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本個又來老大家介紹客家話嘅團量嘅了哈。基本嘅介紹嘅量嘅呢，來看一下哈。身細力不細身體小，力氣卻不小。身細力不細，團結又勤勞團結又勤勞。有時辦事量。有時辦食糧，有時辦食糧。第四句，有時畫地圖，有時畫地圖，也談一種昆蟲，啊。大家有想出來係乜嘅嘛？也就上班人講嘅同樣嘅一隻謎面嘅嗬，都乜嘅上樹唔驚高，下樹唔驚跌，安尼有想到嘛？答案係。nghe con等，nghe con蚂蚁nghe con 上擺講過nghe con 唔咩講嘅客家話基本安尼講nghe con 過來老大家朗讀下一度，身細力不細，團結又勤勞，有時辦食糧，有時畫地圖也就係基本嘅同大家介紹嘅。nghe講嘅量嘅